司法部推出111简讯，是政府专属的使用简讯，目的就是要避免政府的名去互偷用。不过最近却是有民众收到111政府的专属简讯，不过却是假的，假做高雄的监理所要叫因紧立罚单。刑事局就发现这款类似的假讯号是对10月底开始在高雄鼓山出现，至今已经抓到2个人。诈骗用的手机顶作案工具摆满桌顶，进前有民众收到111政府专属短信，说是假做高雄监理站发送交通违规罚款无纳的通知，短信内底还有钓鱼的网址。经过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真侪日的调查，一宣布侦破。伪基站的讯号从今年的10月31号密集的出现在高雄鼓山区，查获有车载式的非法发送讯号及简讯的车辆，逮捕了中国籍的林姓犯嫌以及台籍的郭姓犯嫌。内嫌犯防以早起等罪嫌改送地检署，警方嘛查扣到真侪假的基站发射器、天线甲电脑等证物。国内第一件假做111政府专属短信的诈欺案，就是利用2G 假的行动基地台来干扰周边的行动电话，互因无法度连到真正的基地台来借机发送钓鱼短信。2G 因为已经是30年前的技术啊。所以它的安全认证是比较差，让诈团有机可乘，提高自己的风险。我们也要呼吁说，民众如果所用的手机是比较旧的，能够尽速找机会来更新。去年10月由数位部推出的111政府专属短信，为的是减少民众互假做政府发送的短信诈骗。想要到上路一档了，又愿互诈骗集团利用。刑事局澄清，111平台并无互入侵，但嘛提醒，若看到同款的短信，内底选毋是.gov.tw 的政府网址，一定要提悬警觉。记者台北报道。